江风。楚天人啊！娘娘来！你们过来！你们过来！我过来！我过来！你们过来！兄弟，对吧？相公，办嘞？哎呦，娘办三更半夜，很多人太上啊！婆婆，媳妇爱，你做了一个梦啊！本梦啊！哎呦，那本嘛个梦，本以为俺讲房嘞。冇啦，可能因为爱风布三夫听歌甜嘞，所以这个胡乱不梦，落到婆婆前面。婆婆啊，也成了，那么你还给伊休息，莫担心嘛。爷娘，俺个好心气，是前年呐去户口了后，哈，也个不看，做全靠你分布为生。但是啊，俺妈对你非常友好，向我全家道歉，但是嘛冇累坏那个十年的嘛。婆婆，多请你嘅关心。今日较做得吃困咯，俺一来去呀，啊。一个梦，梦真是得怒心强啊！排灰呀，来有把心啊，爱就是不安相爱来到万年呐，难送难呐。
城来冲啊！风棒喽，风棒喽！金科飞年出田园，金科飞年出田园。命路来顺啊，阿山啊，心起毛来冲啊！前途啊，来咩哇咩哇，心旁爱望啊！为何唔喜爱呢？做乜嘅？做乜嘅唔喜爱？用百年，我辛苦多年，寒窗苦读，就看见你用百为爱用人啊！弟兄，你一下有偏太深，用百年后出来吹风啊！我心中光阳蹦蹦自私。也冇想过我有偏才神，倘当日嘅脚步上，我不免行说，我来闷闷结果啊！哈！哦，倘日嘅口气，莫非已向我落榜咯？不，名落孙山，那系你去出天意。恭喜太高，你中了金口亲事，这是真的吗？爱堂见松仙心欢喜啊，真是春风得意时。爱呀，天暗夜来落梦里，爱来上前安慰故。弟弟，请你莫要伤心。而我萍水相逢，异乡成平，多蒙你让爱细心照料，一见异乡，可见真实咯。有上天面眷的自觉，将来我必定有一干班子可做，我那系辉煌天他之事。我且对酒么唔记得，也个恩情报答你呀。意思天下个英雄啊，但不敌英雄，你何时都在官府报道啊？这当然，系我越讲越好。英雄，弟弟，拜托你。那么你地摆度留异乡的报告，嘅地摆度用我认识嘅文件，留证明，你让我拿出来好冇啊？晓得。因是身份文件，英雄。
弟兄啊，不定有何事，要到在官府前去报道啊。我马上我来去行。既然如此，莫按样人，你现在邮票，我本日去陪你来去吧。感谢你提呀！恩父一死，徒啊报啊，也有何情义呀？来金兰子啊高啊，来给那你呀。楚天意，楚天言，命相在那场，今日之一事啊，爱梦天一心马看啊，来点那米呀。一时之长，一时之长，一时之长高千里呀！天啊地之别高远里呀！啊牙齿前途飞呀！天啊天外一生不敌，天啊天来生不敌。红衣来天不拿地哟拿鬼不地呀！乃五年，乃五年。你怎么干呀？陈三牙梁，陈三牙梁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你听你都得用饭呐，用饭人嘿嘛，论起文采，根本就唔输你；论起皮毛，楚天人根本就胜过了你。这么多，你聪了心思，名落孙山，心中。都唔甘心，都唔甘心啊！哎呀，你看形象的位啊！懂形象。好了，以后你做了创业，你有身份，有证件，既然命啊对四肢查嘛，莫爱养人，本老太代替你来去上京做创业，反正神不敌，鬼不告。你敢摸我的命？迄间上电梯来做官，我确定就会控告你啊！控告我，你爱控告我嘿嘛？好啦，既然那就本做一个顺水人情，都在阎罗王面前控告我。懂得。我家中还有老娘，还有姑娘，你总得用做，我求求你不要讲啊呀！哼，刚才让人说一番，敢不是俺创业梦就破灭了？你，哎呦！用天年，讲嘛该点难爱同心，别人水苦求一平，唯有把当年。
来，不看民从有莫坏。再讲那种小事，也不用老板一个地步太人去家去做。阿爸真是越老越糊涂了。就是爱提上伊，既然无通爱发就走提去，要爱样办真好嘞。哎，父亲啊，已经走，没奉命去走太进口进士吗？样办有戏吗？就向顽皮回来了，唔会自己去请那个民宠吧？有，民宠有钱多嘞。真是我要走太吧的，民宠才也无爱，你去摇枪他，佢切到我行业来。哎，父亲啊，你付什么个东西呀？那个民宠为切个行路给嘞？天大下就也种个民宠啊！这爱多堂看啊！是有啦。先请吧，那买房啊，我预备那房啊。就在起码喜呀房。请来到哪？莫非呀，给呀从啊，才懂啊，风啊。言说来，为钱戚戚哦，学生为了戚戚呀。堂哥啊。今日父孙莫解，我天然吼，佢真咪个负心汉。爱啊，有太阳，爱冇扶索咯，该爱要去调查哈，该自立相思啊，老实干，该全部就冇查片啦，该难道就天意该出田园系冇啊？冇可能，他们相信爱全身嘅情记。你爱小心哦。个姜怕个陈水米嘅故事会再次发生哦！这位太守，你认错人了？哎，红床当年还有办法来认错你嘞，相公。你要点嘛？相公，我叫胡乱谈情，还唔信你，哪里走？你哪里走啊？参见太人。为何根本管不亏你？堂堂进士，见人良修，见官何时要下亏呢？监视，请问阁下是哪一曲监视啊？本科新科进士楚天元。